將，歡迎路路人到嚟邊頂福建嘅節目。這個禮拜，我人各位講鬼個故事。這個禮拜，我人嘅特別嘉賓是老張，我睇哪一杯？我睇未出聲嘅話，我睇冇聲嚇。老張嚟咯，歡迎。了個有新椒頭一擺來參我人阿摩丹，唔是頭一擺講鬼個故事阿摩丹歡迎。大家好。了個頂到擺參鬼王嘅三百布拉贊歡迎。Hello， 大家好。三百布拉贊是唔是阿摩丹嘅歌？嚇。OK， 了個有我係寶可卡亞歡迎。Hello， 大家好。了個有紅毛歡迎。大家好。了個講過，安尼好，冇啦嗬。嚇，那個雲吞呢？雲吞我先啊，雲吞。雲吞冇湯過，但我 call 到啲，但 call 到啲 call 雲吞。了雲吞湯杯。同了。歡迎。Hello。我雲吞會講嘅，我哋咧我就是只件啊，你同我講咪咁我就記啲。雲吞入面。講鬼故事啊，今日。係啦，當劍鬼故事都對，較早較濟人參啊。我嘅一人推我呢，我笑下。一個 OK， 當然講嘅鬼故事，這個禮拜呢，頂一禮拜咱講鬼故事，對，我要學阿摩丹 start， 人哋阿摩丹講嘅鬼故事就好。我唔係講嘅。阿摩丹頂到你講嘅時是講你厝邊啊，就辦迄是7月10個是有聽到嘛？嚇，有幫到嘛？嚇。嚇，當見無了啊！係啦，7月10個是。你我問你講下你鬼嘅故事。但你個個點啊？你個個使參有講咯，我諗都就係講。阿摩丹看到鬼咩？你唔知阿摩丹冇看到鬼，阿摩丹講你嘅朋友看到鬼。你是外故事來啊？講啊！你講啦！冇。他咪冇。冇，嚟，咁樣阿摩丹講。阿摩丹講咧是你個接掉啦，你個接掉。今年講的啊。講。咁樣講。頭髮。他咪頭髮。你學阿摩丹講先，阿摩丹講。來。講啦，阿摩丹講。講。我別曉。你唔知你講嘅你哋笑，你個就笑掉啊嘛，講。嚇！你講你個隻朋友名叫咩？阿雕、阿姑、阿咩阿基啊，什麼啊？講。嚇！喲。講你講。咪慘嘅。講。咁樣嚟。你個講你講你個朋友名咩？阿基啊。你講咩啊？唔要緊係一個字呢。阿嘟。阿嘟。阿嘟咧？阿嘟甲伊嘅朋友，兩個坐摩托隊嘛，等伊嘅朋友個找到一撮啦，但會頭毛咯。一撮嘅頭毛，安怎找到？我唔知啦。一擺，好像找到咗啦。嚇！我感覺這是最好笑嘅鬼故事。快講你啦！快講你啦！阿莫丹，你頂住你快度講，頂多時就講緊阿孫。
所以講我唔知亂講，我唔知你講下咩啦，特別你講隻字嘛。啊嘛，但你講呢個咪是再講你講下咩？呢個咪是波槍咯。是咯，波槍嘛。係咪講啊？你再講下咩？三百八站。最這麼多。阿嘟。阿行。阿行。阿嘟。阿嘟。唔係講咩啊？阿行冇人知啦，你一人名阿行。行多行就八，你一人名行多行就八。行 OK， 容易行就八，行就八唔八話冇多咯。他的朋友嗎？伊朋友。他跟他朋友嗎？我唔知。OK， 我講啦，我講，伊頂住你頂到講嘅事啦，我寫條這事是講伊唔知伊咧行咗八這條伊冇得八，伊朋友在伊咧時候行險伊是伊朋友時候變有一撮毛背在變嘅位啊。我是背嚟冇花。自擺毛背在變嘅，那時。你唔贊助啦，你可能攞去告訴下 ，OK？ 你有時冇啦，阿冇咗，我計你。哦，阿妹試過夾去笑啊，怎麼樣？想講鹽啊，隨着伊毛伊朋友定期夾定期迄邊有人燒嘅物件。嚇了？誒無啊，你是第三刀啊？了，頭一刀咧？頭一刀啊！是上加嗰在攰了嘛，我唔想一個物件啲合併嘅。OK。並未合併有物件，就紅響合併有物件嘅。了，第二刀。然後伊上加掂起咯，掂咗第二刀，一個背對來按關咯，大家你。干咩啊嘛？第三刀，你講啦，下面物件只無路誒。又叫王家人乜事想？王家人乜事想？唔是都起來。那陣咪阿毛蛋對嚟。OK。Sorry。OK，你是第三單嘅時，伊毛到對嚟時，伊解掂我叫你好會笑呀。啊，你是第三刀。我諗乜嘢？我頭先我分別記起啊嘛。哎呀，係把人嘅嘴巴人冚大了。OK， 那對唔對？好，就對雲吞講句句。雲吞，你告訴我，是個一節，即阿毛蛋，你告訴完全冇相。啊，那感謝阿毛蛋，感謝人阿毛蛋細漢人問潮人啊，阿面都係使潮語，是講人問別記講伊就細漢個，冇得個13歲呢，真係。13歲呢？人問潮語，特別一個做一家店，一個到底是300針嚟整，還領300針。了時伊啷當冇多相會，冇多相處啊下，300針特別嘢下。我啲話講。哦，啲話講。OK 啦，那學雲吞講，雲吞啊。係。แล้วลูกก็กล้องหอเลยเก่งๆกุยก็สุละ你冇背啲處唔是你冇我ก็สุ你เก่งๆวันทัน你ก็สุ講啊，我今日愛寫一個鬼故事是外國嘅本啊，啊，是我去甲我朋友去印度尼西亞巴黎嘅。喲，驚講下，我咪講我就成驚啦，你嚇，我是甲沙士肯查某做一去嘅，啊，我一個搭波，然後我能就去 check in。搞了 check in hotel， 你個 hotel 哦，滿是頂到我能講一間嘅啫。哦，外國本有。啊，然後我能搞了就搞了阿妹啊嘛，然後伊是落大雨嘅。哦，伊落大雨，然後我能是真懸嘅咯，因為我能嘅 floor 是真懸嘅。
然後我能愛一房間嘅時陣哦，到落大雨陣，伊是安怎講？伊會看到 outdoor 嘅啦，伊有看到風吹嘅啦，我哋房間，嚇。然後我就遠，我就看到鬼了。呀，佢到底去海一邊還是山一邊？伊唔是伊是拿島 area，actually 一邊嘅哦，伊嘅 location 啊，伊地方啊是古早巴黎哦，有爆炸咯，爆炸死啊幾人咯，伊是拿一邊附近呢。哦，近那邊位啦，頂到近呢邊呢。就在邊位，然後我就看到一間青白衫嘅查某鬼，然後就拿尾邊徛掉，然後我就淡薄掉。即是到你外口嘅，唔是到你 roommate 到你外口啦。那外口，我是我那有兩間房嘅，是邊啊啦，然後我卡一間查某大，然後兩間查某大。another room 啦，然後我就看到了，我看到我是無去插伊啦，然後我就能到 check in 咯，入個房間咯，到張egg阿咪鬼啊，然後我朋友就敲我門就接嚟我門，叫我去個房間看有無？喲，你咁樣講咩？哦，有時叫你 check 看，你在你看到，所以叫我 check 你房間嚇。了，叫我 check， 了我就看是無物件啦，物件，了我就佢講無咯，無物件，了我就轉去我房間，了房間了哦，了就無驚呢，我長好了，了我隔壁嘅也未長個啫，我就去叫伊較緊啊 ，because 我那落去下骹食物件，不多要了嘛，แล้ว我就開伊門，了一間查某就出來開門，互我接去咯。แล้ว個一間後邊長egg，แล้ว我接去，我倒去名稱計傾偈啊，計拍殼先拍殼者啦。แล้ว我拍殼一半呢吼，我就看到一個大波嘅鬼嘅頭。鬼個頭那長會驚嘅邊啊頭閃查某長會，你看到查某長會，你敢若看到頭呢？真係是一個頭呢。你是無身軀是撲到啲關還是到啲下底呢？關嚟嘅。關。哦，關。伊關撲了。你看到冰冰嘅，還是看到啥布布呢？頭是無看到，頭了慢慢我甲講話，我冇無去看伊隔嗰邊嘛，แล้ว我就轉到好，我係面看起嘅，我就看到伊拿一個頭鋪幫嗰邊，看嘅查某長嘅。伊是到啲 corner 呀，到啲 corner 呀。嚇，對，那 corner 位，แล้ว個查某咁啱好出來咗，出來者哦，伊查某講，because 查某冇看到。哦，嚇，講。講啊，真大聲啊！講啊，我冇嚇到咗。然後我能三見到衝出來咯 ，because 伊查某本是講啊幾大聲啦，我就愛找位走啦。然後伊鬼本是個哪一邊看到袂叮當嘅，然後我三個人走出來咯，就唔敢接佢咯。慢接佢了，我就能就緊緊落去。去食 dinner 咯，買一房間啦。你都冇想講，死佢命裝，人家對是冇想咩？伊兩日問我叫伊人買去上醫生啦 ，because 都唔知怎好本嘛。แล้ว我能落去 reception 嗰邊了，本地是愛甲 reception 換房間嘅嘛，我能不多食藥了，所以就。經紀去食物件先咯嚇，แล้ว就去fast food 咯，因為 fast food 是你一個你真係至貴嘅 fast food 啊，真貴啊，真貴，แล้ว真貴一邊我就 order 真濟人，แล้ว order 了吼，แล้ว有一個一堆人，我嗱去減少醬，แล้ว一堆人嗱我嗱後尾等了，แล้วแล้ว我能排隊嘅鹹椒咯，แล้ว搞我嗰時陣哦，
我是哪人查甫頭前，了我行含少了，我就行去邊啊一個，了我就感覺我白只抓你看你感覺啦，哈，我就往到端看咯，了看到一間微微印尼查某，嘅，印尼查某嘅，了伊目睭淡薄淺色嘅，青啊，伊是目睭青。伊是咪成個人呢？那伊是成個人呢？唔是成個伊是人咧，對，是人咧。你目睭青真怪嘅啫，because 因為我後尾，我感覺我後尾目隻真熱，你看，唔知。你喺度點看我目睭金金咁看我唔知做什麼。แล้ว就無插伊咯，無插伊我就爬去伊樓頂食啊。แล้ว我朋友是。嗱，我個背夾含少嘛，แล้ว伊就擺伊夾咯，แล้ว等隻部件隻哦，我朋友伊個 bag 就互伊肯查某偷去，伊bus 所以偷去。喲，你查某是正人咧，唔是講唔是你看到鬼嚟啦？是正嘅 ，but after that，伊走起來甲我講。有一間查某偷伊物件，然後我就緊緊走落去一堆嘅查某咯，一堆嘅查某我就去對伊，我走出來，伊查某個無走嘅，伊把查某慢慢行出來，我就對我去撞伊，去掠伊啊，然後查某我就伊邊啊就出現真濟細細隻嘅鬼啊，伊是細細隻咩？衫仔是青色嘅。你上面是隻鬼是按照看你講話伊個款是按怎係是囡仔啦 baby 呢，還是按照鋪料還是白是按怎？伊是差唔多是嚟2歲啊！你看你囡仔嚟 baby。哦，2歲大可能啦，哈。了巴多只肥嘅，巴多肥肥嘅。哦，特別只隻啊。I think 有4-5隻你看咯。哦，伊那伊身軀後尾走出來。當我看到我แล้ว我都唔敢去咯，我都唔敢去我都 jam 掉一邊唔敢去，แล้ว伊查某我伊都夾伊保障夾走去，我都唔敢去對伊。你唔敢對啦，แล้ว伊個ID 啊，伊個類什麼可以偷去是，所以就無法度咯 ，because 我唔敢去對伊嘛。特別係你個女朋友冇看到，係一傾嘅，因為冇看到啦，特別冇看到伊囡仔，肯冇啦。冇，是。就似鬼嘅可能係小你是。對，就似鬼啊！你看。所以我講那印尼甲巴黎都愛較小心咯，無。是。因為伊人會真濟這款的骨頭的物件。你知講你個隻要抓啥物物件呢？應該是伊愛做啊，都是伊愛偷的物件，本把伊做袂着啊。because 伊做我朋友做袂着，伊講我朋友講伊比咧，比嘅，你看可以 bus 因為伊個 bag，伊個 bus 嗱，伊個 bag 後面潛都在查甫個 bag 只大嘅嘛，大件嘅，然後伊細細個 wallet 咯，嗱幫伊大 bag 後面只潛掉啦，冇 calling 伊就唔知安怎會無端伊個 bag 伊個 wallet 無去咯，我是講每日只伊家隻就抓先，你我家己你捌聽過我講我家隻想抓起，然後一隻 style 呢我已經驗到，到啲隻 restaurant 嘅樓下嘅。我是感覺到成個，我感覺到成個人嘅，我 describe 俾人聽是講成個你嘅你手啊，你把嘛hand 到啲你邊你鼻鼻啊，唔是你薄薄啊，你鼻鼻你邊你嘴皮邊啊邊，我你感覺到你抓起身軀抓起掉到邊嘅，我感覺到是成個到啲我家隻你阿莫官嘅後背掉家隻下邊嘅，我感覺到佢就佢爸爸咁薄佢咯。你安怎你房間安怎OK，แล้ว
我伊嘅物件頭件攏袂使對 hotel 嘛，愛去巴拉去police report 那邊幾頭嘅物件。對。等 report 講晚啊，3、4點啫，早到3、4點。因為死骨頭嘅馬打哦，我買在我能對啫，阿妹咯。哎呦，佢衰呢，แล้ว無變咯，我都係叫的士咯。啊，叫的士本行唔知在我能倒落，แล้วบัด OK 啦，本對到 hotel。แล้ว對到 hotel แล้ว我就甲 reception 講。我就 straight for 我甲 reception 講無插我，本無心情啊嘛，我就講誒，樓頂有鬼，我呢個白極有鬼。有講咩？伊那換我咯。哦，係到換路，哦 ，OK。啊，伊係到換我，伊無講物件，伊度去做一個 ID 卡啊，可能叫我OK，你去換。新嘅房間好咯。安尼款。แล้ว伊叫伊 bellboy 去夾阮誒 luggage 出來，攞根本換出去。แล้ว換了就按照講換了吼，我那度去 another floor 了啦，然後 floor 入去，了我朋友本無叫我去看有無幾啊 ，because 伊本線了唔咪去插無幾刷，本無驚了。杜蘭咧。杜蘭了。然後我就叫一個何類bus 可能頭一叫查某甲我做這個困 ，because 我感覺伊運氣真嘅嚇，我驚伊等一個拄了。然後我就甲伊困咯。然後我就甲伊困嘅時陣，我個看到伊肯查某穿白衫嘅鬼甲我一手。啲外口係手啦。你我一手，你看到一邊咯，還是剛才看到一白衫？看到，一邊就將我等人來。but 我無感覺伊惡啊，是真歹看，水本，嗰是水本啊，係王菲呢？水嘅，王菲唔掛，王菲特擺咪是上個鬼呢嘛一邊啦噃。伊是鋪掉嘅無卡嘅。佢呢我驚，就是我看到驚。特別你無啥對，無眼針嚟啦，伊會鬼。無伊是我 feel 到伊是愛人去幫助伊啊，哦，需要到你幫助呢。但我都無去插，我都唔是師傅。我就看到人一招我冇買去插伊咯。了伊棍啊，白色棍有淡薄灰嘅。有咩？有灰啊。灰哦。有灰嘅，淡薄啦，淡薄灰那伊會對。伊做見，你話這裡看到那邊。伊是甲我邊見，本來差唔多是伊唔是講到啲個口咧係，我想講到啲個口會係見喎，伊是到怪我你 room 嘅個口啦。對，那幫 building 內邊了嘅。甲我一手啊，我咪去咯。我有看到伊，特別你買菜啦，特別你買菜，你買去休伊啦。買去休伊無心情啊，個個線啊。大郎，你哋做咩？劇。sorry 了我就去困啊，無代志哦，根本無來搞吵我咯。story 完了。這是你到底這個巴黎嘅告訴啊。對。看你我到底係沒有個旁邊沒有個，然後來郎你告訴。聽到。sorry 我 mute 掉。我係幾個數我是講下面了我講 last week 嘅啦。對。我跟我朋友去 hot spring， 然後去 hot spring 了，其實是真正事發生了啦。或者是我，你講過咩？講咩？講啊，冇人聽過。迄陣是安尼，我朋友講，我迄一擺講過是，我朋友經 hot spring 內邊，經伊個水內邊看到毛。
是成阿摩丹的毛呢？别怪啦，别怪，因為只阿摩丹，你別講毛，鬼講笑阿摩丹。哎呀，等陣 Christoph 了啦，等陣 Christoph 了。Christoph 係咩？講句咯，我講笑，佢哋兩笑，我本來講。講。你冇？係啊，你講成啊，學住你直接冇係講你講下你朋友佢哋冇。到底你是講到啲咧？你是講到啲咧做水鵝呀？做水鵝，唔是做水鵝，水裏邊，啲水白白嘛，了無就啲咁啊，啊，啲羅羅嘅，講實你啦，啊羅羅呢水，即是日本嘅呀，未是一水羅羅，一水是白白嘅水嚟，咁啊 milk 安尼喎。係啦，羅羅就是講看，伊唔是 clear 啦，伊是看到淡薄白白咧，係古靈咁。嘛羅羅咁啊白清氣安尼嘛。啊，不過睇羅羅白色咩就係叫羅羅嘅？你看你羅羅係咪食啦嚇？羅羅咧係拖色咧，還是羅羅白色？羅羅就是講 murky 啦，有時候有被燙過嚇。伊敢若羅羅安尼白色水咯，了伊無條啲都看到，伊甲我講成呢咧，無條啲經下開看到伊毛安尼。特別唔是伊家己嘅毛啦，起來，袂是伊底毛誒。無唔是我講唔是伊家己嘅毛。啊，袂是嚇，了我識看到長頭毛嚇嚇。啊，長頭毛呢，了慢慢見伊水安尼看起咯。你看到伊就驚了就落房間了播出咯。嚇咩啊？陸地係咪啊？我有，特別我迄陣發生嘅時間我無地。哦，伊家己講去。啊，伊家己一人甲袂知有甲朋友幫我笑，特別陸無咧明咯。嗯。了，伊就先去房間咯。了，迄陣我有聽到講有安尼代志發生，無想講會安尼大事嘛。了，我就甲我誒 partner 就暗暝無事做，就去小去行咯。了，你知你出迄個出店誒，你出迄店誒大門誒時間，伊大門較濟邊邊迄邊有 vending machine 嘛。啊，賣水啦，賣水嘅 machine。了，我就試到敢若伊賣水嘅 machine 有淡薄有物件呢咯，有敢若烏安尼款物件喎。敢若 smoke 安尼款落落安尼款誒。安尼。N 安尼啊。啊。到底頭整嘅時候，啲後尾係邊啊？係咪？無見伊嘅貴嘅 machine。哦，貴 machine 佢哋貴 area。了，就無去插小伊咯，就莫去看咯。了就。我特別看到你看試到你看物件就無去看啦。你咪去面，咪去，我無，咪去 face，咪去面對。你會當有時你一年兩年你看點會記嘅，你知物件。了。了我就無會去看咯，了就去行咯，甲我嘅 partner，了就夾 torchlight 咯。了去行嘅時間無到啲，我踢到樹樓頂有迄個樹敢若樹枝着壓着嘅聲安尼啊。打呢？哦，啪啪啪呢，吱嘅聲是叮當聲，吱嘅聲啦。哦，嚇啪呢。早是想講是 weather 咯，想講敢若你暗暝了，有時敢若冷嘅時間，伊手機會叮當會有聲嘛。了就聽到了，無條啲就伊個火安尼款去照去，家己曉去照咯。一擺照我看到兩個查某去樹樓頂哦。一個穿紅衫，一個穿白衫。紅白歌唱比賽。伊白衫嘅甲伊個紅衫嘅查某燒毛。然後就俾燒毛係咪洗頭毛呀？控毛啊！哦，洗頭毛，改洗頭毛。了看到伊甲伊洗伊個毛咯，了我 partner 就看袂到安尼款物件個無。了問伊，了伊看我，伊冇看到，伊本是着冊驚呢咯，了問伊，你看會到嚇？你看到物件嚇？你講啊？你講看到兩個查某咯，了伊袂知，早是想講是有影是兩個查某嘛 ，because 我人伊看袂到誒嘛。了做一擺白白看到安尼，而且讀冊驚啦，做咩有查某見落頂安尼者喎？了我甲伊講無，咱走轉伊個店咯。就走轉去誒時間就走到真喘嘛，了就是愛落去下骹買水啉咯咋。了我就落下骹一邊啲咪先一邊買水咯，一擺。落咩？按怎講？放一落淚落去，
了你知你会開迄邊是講，伊無愛收你淚，伊嘛是見伊迄流出來的，啊！你搞得出來有一個細細門的嘛，一個細細道的嘛，咪互伊跳出來嘛，伊迄個道無地去無，你一淚就跳出來咯，我卡了就落伊的迄個 vending machine 會開迄邊嘛，對。了喺去行嘅時間我試着敢若有物件，烏烏呢塊物件敢若看見我呢，我 feel 咧。到底你vending machine 後尾會看了你啊？會卡哦，一定會卡呢，我 feel 咧就是伊面鏡會卡呢。了我累就咪行，就走去樓頂咯，無水啉咯，無水啉咯，趕緊房間咯，等我走去咯。就走去了行啦。是咯。你特晚你講你頭毛為何你頂到你講到 explain 到講真係少佢平時係咩位？迄個位是其實是未講真正嘅位咯。你做注意明？伊是頭擺伊個 history 是安尼款，伊是按照講戰國嘅拍戰時代是。拍戰嘅時期了，伊個迄邊嘅頭擺嘅迄個按照講，伊個早甲伊個地盤嘅位嘅人啊，叫啥名？個位嘅人啊？個位嘅人就按照講是。按照講嘅，伊按照講嚇，係咩嘅？敢若 public 嘅類，伊收伊 public 嘅類哦。政府啊，滴啊，稅滴稅。伊食政府食類咯。哦，食類嚇。伊食真濟類咯。哦，即是政府人啦，伊食伊人前邊都學稅，迄是伊頭食人嘅類去嚇。頭食真濟類咯，了伊真濟。查某嘛？查某即套燒查某食嘢呢？好嘅查某，了伊莫互人，不伊莫互人會知咯，因為伊佚佗嘅查某了會知伊嘅秘密嘛，伊是腳嘛。但伊莫互別人可能會知，伊就拍算就愛安怎講，愛睇伊人啦，愛安怎冚伊嘅嘴啊。對，冇係咁講啦。你就做一個 event， 講叫伊人了了去一個位安尼講跳舞，做一個 stage 咯，就叫伊人去那邊跳舞咯。這是伊是 plan 嘅哦，我唔知。伊 plan 嘅，伊 plan 嘅。你做一個 stage 啦，伊 plan 叫伊人了了去樓頂咯，伊人了了一擺去樓頂跳舞，跳到一半嘅時間，伊倒去，伊 stage 倒去，伊衝伊 stage 倒去，卡掉伊個迄個棒啊。到過 stage 到了誒，查某了搞到落誒 reverse 去咯。了可能就是伊個毛，就是你可能是你十八鬼啊。其實迄個位經日本是好出名垃圾嘅，是講真濟人看到，按照講查某嘅鬼啊。有誒嗰是，即個袂是我嘅 story 啦。有誒人是講看駛車駛到一半，見伊 bridge 那邊看到一個查某安尼，叫伊人來咯。夜超咧。夜超較濟是安尼款爾啦。了按照講見迄個 telephone 嘅迄個啥物啊亭啊。本看到講有查某緊來邊徛緊咧，我暗暝真濟。安尼個故事咯。迄個位是好濟，安尼無一個垃圾嘅啦。佫有一個箍卡緊張嘅是講我聽到嘅是 taxi 嘅。伊 taxi driver 伊帶一個人等伊位嘅時間，你迄個人就講愛等迄一個 hotel 咯，經一個位啦。迄個 hotel 伊甲伊 taxi 嘅人講嘅時陣，伊 taxi 就講無了喎，無呢 hotel 了。你講有伊迄個 hotel 多了是無嘅啦。你講有無？伊夾伊 address 伊看，伊講即個 hotel 是幾十年前就無嘅了。伊一擺講了迄一句話，伊請過請白。按照講行緊嘅時間無可能死火嘛，一直頭過死火去無？伊就真無電㗎，迄時間無電了，伊就甲伊個啥物伊 driver 就無變咯，就點按照講開 engine 咯，開 engine 了伊按照駛伊請話開掉 engine，了伊就愛駛伊請愛去上近嘅迄個 gas stand 嘛。你去搞嘅時間，
伊按怎讲？伊发现到伊阿妹的胎啊，无风哦，伊就去看咯，做咩事无风咯？伊一摆看好势的时间，哦，是迄个按怎讲？伊头摆的查某用的迄个拔毛的迄个针啊。你知咱头摆嘛是迄个用伊毛按怎讲？拔到圆圆安尼哇，要用伊针。三个下擦掉哈。迄个针插伊个按怎讲？伊个阿妹第一插到老风去咯。哦，这云吞等阵，伊插掉伊个插到伊第一老风去。云吞，咁咪讲？伊看到啊，伊讲I saw。袂使讲了。袂使讲了啊！我后尾有一个老阿媽，拿了食蘇打餅。你是好王是正诶。是呢。你到底咯？你到厝啊？啊。耶！冚咩？你是要走？但係你走，你冚咩？大家一齊走啊咩？你叫伊甲你講話，我快去追。有唔靠？你當然到厝啊？啊！你捌看過伊個只阿媽？唔捌，唔知倒落走嚟。哎呀！咪講啦，咪講了。咪講你咪走啊？你咪走完就好，看你走喺度，你冚喺度走喺度。唔使啊，睇個人家嗰度講啊，我冚了啊。OK， 拜拜。多謝阿 Raya 講啊 ，Raya。喲，這阿婆這隻蘇打餅喎，是唔是靠近嘢嚟？靠近嘢。上好是拄着，下擺拄着你款物件喎，咪甲伊講你嘅，啫。咪甲伊講話。靠近嘢。但係你講，但係你驚啊！聽到話這個看到你後尾有人哦，你厝有人哦，幾人？我媽嘅外口嘅了咧，我到房間啊。OK， 你講你個，手冇經驗過？伊人睡厝啊，古早人睡厝時啊。對。甲一罐朋友啊，甲大堆朋友睡厝公司嘛。打起來是哦。用頭用去大，伊 girlfriend 我古早 girlfriend 嘛去洗厝哦，愛去大嘛去洗，夾在厝邊，那人直來看伊洗厝，伊冇好發達嘅對。伊家己講呢度，伊家己人洗到邊咯，洗啦，叫佢洗咧，下晡咧咪一兜一堆嘅咯，咧個教數時候係過咯，咱我個人伊用一大堆朋友來去搬入去大，咱咪個洗個清潔嘅了啊，咧搬入去大差不多有7個人嘅啫，用7個人 share 一個厝啦，規間厝啊。這是對吉隆坡啊？伊頭一個看到你是。吉隆坡咧，伊頭一個看到你，是我係估看到頭是。咧，伊用暗暝困嘅時候，用樓頂嘅房間，伊是樓頂樓梯嘛，咧樓頂兩即3間房間，有人嘅一間有人做幾廿人 share，喺那14個這房間，咧我估到看到，應該有一個人徛喺咧窗仔嘅啫。伊，這是樓頂嘅窗仔。影你就一個影徛了窗，我都窗啊位影，你伊都無去管，伊都無去想到安怎物件你就，你想哎呀，安尼一個朋友，7個朋友無得一個下咧人徛，伊滿嚟，就伊無去管，伊可能影爾啦，你伊都無去管，伊就去，伊就接伊房間喺那，無必是外國就行入伊房間咧，伊就甲伊 girlfriend。伊個 friend 咪來找伊咯，咱用多咗，伊個時候無去管伊啦，咱過啊係馬仔啦，有誒因為較早頭入嘅時候7個人睡，入邊入嘅時無個4個人入嘅嘛，因為有誒個無入到嘛，無講了一個將至入去厝大嘛，有誒人先入，有誒人無入嘛，我一叫入來，你伊就下伊物件啦。夾馬仔啦，喺入面嘅堆房嘅，係
伊搬入去啦，伊下物件咧，伊无大，你知哦？无大咧，迄个人奇怪，我讲无去管伊，你知无去插小伊啦，无去管伊。咧嗰時叫伊白卵，我個白卵嚟，伊就去大，伊大咧係養3個人大就上一房間，咧伊大咧阿妹是幾熱啊，佢間厝你知，樓頂真正熱你知，熱到未得閒啦，咧講。成日冇咩爽啊！你看你就咧無去管伊，咧我個人無去講，伊捌看過影，伊樣無講。伊是講伊目睭花呢，無去講，無去感覺就鬼無去講啊！迄物件所以無講你就。咧伊是咧伊人就感覺就熱咧，就無講咧有咧伊白呢頭就入嚟大時就頭就入房你就房嘅物件啦，伊房嘅物件3工內面房上一個物件你就上一個物件，伊房咧是7個人遐，到迄邊啊，互火燒死人迄物件你就，咧第2工要是房安迄物件，嚇，伊房了咧，伊無去講，伊想哎呀，伊是使去做房咧，伊無去講安迄物件，所以嘛伊無講你就，咧伊個一個朋友遐。隔一間嘅時，伊困嘅時就伊開目睭迄個你就，伊開目睭，伊開目睭，伊想伊個人多咯，看了天花板你就，伊面多咯天花，無伊面，伊面多咯天花板誒，你就你睇伊是講成日伊殺伊海頂管去，你就殺伊起去頂管去，你就，成日伊隻開目睭呢，伊是多咯天花板咧，伊面多咯天花板就對啦。哦，成個伊成鋪伊家己規身軀去喺天花板裏面對嘅天花板面對了啦呐。嚇，對嚇咧，伊對斜腳你就按響你就咧，伊就未叮當，就無叮當咧，咧個有攞你，個攞啥你就學幾疊，你就後面嘅疊你就，疊啊，學幾疊，你就人家摘啊，疊了你就，搞幾疊。咧一叫你，嗰一叫你就是拖去財經嘅，伊財經有龍巴飛，伊困咗龍。哎呦！伊困咗。誒，這樣試看嘅啦，到底上一間房間啊？有誒無上，因為伊3間房間一間有無人大咧，2間樣分散去啊嘛。2間分散去啊，咧樣掉按下你物件咧，伊感覺都無好勢。咧因為咧一下大下一下入無幾工嘅時勢，嘅義理咧樣大波架了，樣無去插小嘛，樣無去管嘛，伊就無爽就掉啊啦，樣特別樣無管，因為樣個無夠因，哎呀管你，伊來去大，佢哋樣無插就掉啦，你樣大啊，樣無插，大差不多3-4工還是4-5工我唔到，我講唔捌教，我講啊物件唔捌咧，伊唔捌教。我講啊，佢物件，伊冇講出來，伊家伊朋友講咧，咧隨有一腳咯，裏面大你就甲我翁叫做講上交我人朋友本來，伊就講，伊講嗱伊啦，伊家講，伊講我就開目睭咧，我到到天花板，喂，你唔加去大，伊唔加大咧就伊就落大，咧樣特別樣個馬路架接咧玩咗，咧個困殼卡嘅了咯，樓卡嘅，樓卡佢都唔加起樓頂。咁你唔加起樓底到樓卡，坤殼卡，你學緊嘢？咁你絕對唔加起啊！一個樓卡咧樓卡係殼卡頭卡嚟嘅，你樣你啊樓頂呢度開開呢就樣係俾佢夾走去開開靠開做樣一行落有聲，乒乒乓乓嘅咧，嘣響啊！行落去多聲嚇，行落多聲響啊！咧我個朋友嘅氣候嚟咯，你可唔可以無你要我人起樓頂，伊就伊個會按下出來啊！咧伊個白呢就起去第2間去，一頭入去房間一困，一倒兩門床，頭一間房間門伊開掉嘅，咧伊個房間門冇開掉，咧伊樣房間甲房間嘅門是對上嘅，對上了嘅，咧你就看去。一身你一看到你遐，一看到伊啦，無看到骹，甲看到意思講成骨頭甲成骨呢，安尼款呢，伊無看到骹，伊無看到，伊看到黑影安尼款呢，徛了安尼款上了伊，你就驚，
一直走落去樓下，佢就走落去啊！一直走落去呢，啊，伊樣佢就搖狗椅啦，邊個食家迄度又要叉亂兩番咯，開開，起頭尾開開頭尾，要加達你唔加去對佢困，加了去多車位困，哇！你因為真正香，按香個邊邊你就啊真正香，你樣看到我看到嘅時候，伊就偷甲伊朋友講，伊看到是一囡仔啫，囡仔到落表演畫圖，樓頂伊看到，你只你是規個七個到內面，7個人是7個龜，7隻龜，七個是規家頂嘅，大細，阿媽阿老爸阿公甲了，後面甲了無，了人講是會消失，就是一間忘掉嘅，消失七個到內面。你樣就大咧，頭一個只是我朋友是招嘅頭一個，伊講哇，即個厝嘅辦子，特別辦子你知道樣衰，人嘅衰曉800塊，樣衰500咧，樣咪入去大咯。你迄個頭一叫你就衰嘅遐，就招樣嘅，一刀都唔捌去大，後尾處理，因為伊一落來伊衰厝唔好，已經問師傅嘅你去找迄個師傅嘅問下，伊厝人，你迄個師傅問嘅時候，過後伊甲講出來啫。伊去問師傅講，你問去大，即間厝真正垃圾有7個，伊肯講嘅，迄個師傅就解講咧。伊就是，你伊個無甲人講，伊個無甲朋友講，伊都唔捌，係，伊無甲我個人講，伊無講下面就無講，伊無講咯。你伊個金甲迄大咧？係樣無大咧，伊無大，伊大包。特別我問你咧，阿妹是樣怎樣嘅大得久？樣嘅大邊大得久？樣大頭尾，加了有3個節呀。安尼款啊，樣無講只大啦，3個節，樣輪加3個節。得因為較早樣個無咪愛搬誒，我爸你就大到一邊冷語喎，我爸妹。我爸就聽到伊我人家講阿景大外姑啦，伊大厝安好物件咧，我爸去吹去問翁公啊，迄物件係咯，咧翁公就講叫我姑遐樣學地址嘅，咧我爸唔認真去問啦學地址啊，問講伊講叫我姑亂換塊就搬塊出來，唔通個大咧，伊講伊樣即邊嘅直接向，伊講真正靠艱苦搞掂，伊講我人都未。保路伊講是講翁公母未保路叫咱盡快。伊拉話翁公母講7個喎，就翁公母講7個安尼咯。你樣就甲了我老爸講唔袂使啊，直接唔袂使留咧，就搬出咯。安尼咯，甲了就搬出咯。哇！你捌去過？你捌去迄間厝過啊？係咪啊？你捌去迄間厝過啊？過後時我去我唔捌大過，唔捌。我過後時我翁哥坐我去幾號看啦，幾號看啦。當今無人大咧，當今是樣水河人下會咧。哦，你是搭一區啊？搭 BJ 還是搭一區？係咪 area？ Kayu Ara。嚇？Kayu Ara？Kayu Ara Damansara Kayu Ara。哦，Damansara 真係啦，三咩字？Damansara。喲，幾了喲！我唔知啦，伊是金崩下，河南金崩所在。你特別樣嘅大厝人，用講是河南嘅家庭嘅是鄧人嘅，什麼有講哦？冇鄧人嘅。哦，鄧人嚟。鄧人嘅。哦，四百鄉嗬。伊捌你看是看到查某嘅。嚇。看到查某咧，會過後啊，搬咧出咧就出咧時候，我過去直接就。伊甲伊個 friend 坐到車位，也是伊講趕去看看迄間厝衰互人啊，袂你就，伊就彎去你就，差不多食一個禮拜啊，你就彎去你就，伊就彎入去爾哈，伊彎入去我所未感覺到我哥伊規個頭毛成個長起來個了，伊規邊白個了，你就，因彎入去看咧，後尾數咧，我哥一頭大又真緊走，我冇愛想問後尾數，伊講規家徛到。上嚟，係你個口停啊！你喺邊露天啊！你冇計超拜拜。喲，balcony 啊！個超啊，講拜拜嚇，balcony 掉，我睇個超講拜拜。喲，誒個 friend 看冇掉，伊個 friend 冇看到，敢若是你哥看到呢？
聽無？是跟你哥看到然後你啊，我哥 girlfriend 冇看到，幾男朋友了咯。特別 girlfriend 冇看到啦。girlfriend 冇看到。超嘅事。無。哦。無，因為伊無大嘛，伊無大，伊是佢吹樣啊，那款嘢伊無大。喲，不節啊，那時樣你翕嗰啲鬼戲是特別叫人去下一間啊，但係個只響嘅咧，只散嘅咧。OK。啊，你過後是伊個隔壁厝嘅人啊出來啦，甲伊講你知哦，伊講啊，伊人合併嘅人別啦，合併隔壁厝邊嘅人啊，隔壁頂咗，伊講看到阿姑，馬路這波入來會當阿姑，伊講路人是地姑嚟嘅，我三個就是地姑啊，路人是地姑啦，會甲幾季節，伊講啊，伊講有嘅是很半一日啊，有啊3日啊，有一個禮拜啊，路人是地姑嚟嘅，個外國人講，有吉利哦，你啊，有吉利，你啊，伊人囡仔冇囡仔啊，我個囡仔啊，我倒你講囡仔，我倒表嘅囡仔。係咪㗎咧？佢驚冇嘅。你當然講驚咧時候，我不叫阿嬷講係無驚嘅，故意講笑。阿嬷個屌唔知，阿嬷。有啊。嚇。阿嬷。就是我把個阿郎講過啦。嚇。咁咧我去大 M 嘅事啊。哈哈。我就想，我愛講幾個故事啊，講了伊講，無蝦米驚。聽我愛聽。所以你這幾個事就到幾位嘅？是紐西蘭嘅。哦，對紐西蘭。較濟你是唔是講過你想當人嘅 frequency 無相，甲阿嬷無相吼？就是我本身安尼款笑咧，因為我家己本白唔捌看到幾個，特別有真濟毛利嘅朋友，毛利嘅frequency 有上個當人我想，因為伊兩直直甲我講幾個故事啊，幾個物件啦。因為我家己唔捌。家己唔捌見，你朋友人甲你講啦，毛利幾無相，毛利幾是即個紐西蘭嘅 Aborigine 啫。對，紐西蘭嘅 Aborigine，伊兩個番仔。有相有字啊，哦，係啦，是但咩款咪是特別像嗬，也回顧款嘅呢。像番仔字有啥物件像誒？韓都像啊，鬼。韓都無像，特別人語是人語。哦 ，sky 啊，人語啊。1、2、3、4個是tahi 2、3、4、5。哦，5哦。是像嘅。哦。我想伊有真濟，是毋是番仔有時伊誒鬼是住佇江內面啊？有安尼款無？喲，江內面有啊，成個你見招錢嘅咧，我叫見招錢嚇。對，我聽到我誒馬來西亞朋友伊捌甲我講過嚇。我捌聽過一個故事，本是安尼款啊。有真濟紐西蘭有真濟拉山嘅位啊。比較濟若是你問毛利人，伊會甲你講是倒落啊。特別有真濟人啊，像個伊定島啊。我講，我住嘅位是怎講？伊是山頂啊，就是有真濟山啦。真濟長啦。阿嬷，山巴嚇。山巴啦，所以伊人有。伊是下嚟島誒，下嚟樹誒，第一中央啊，所以阿嬷是第8、9嘅位，是就是伊 settle 嘅位啊，就是我人住嘅位啊，伊人8年以前啊，無阿嬷啦，阿嬷住後邊，所以有真正濟毛利人個在倒落是無好嘅位啊，係咪？แล้วว่าบัดถ้ากูอูเจเดวิอูหลังอูเจเด farmer เจ farmer 在產ตัว對種產嘅伊是做產嘅伊家伊冇ตัว我人嘅保干啊特別是
有可能因为人真正少诶，所以伊人开花车1點鐘啊，甲9步間啊。OK， 真會啦，較會啊。然後伊買嘅地啊，伊定到是有一個安怎講下咧？杜根啊，係咪？毛利嘅杜根。杜根係咪？杜根就是medicine man。I see。土剛 like magic magician。樣定到啊，像碰那個薄膜咧嚇，薄嘅人啊，對。樣薄膜嘅人啊，伊定到伊死嘅時啊，伊人會抬多一個了，抬了都將一支一張啊，一張身軀屍體頭安怎講 on top of the body 啊？伊特啲磅伊載一張張到頂面。對。了，迄個張啊，伊慢大起啊，伊靈魂啊，迄個薄膜嘅靈魂會大。接佢啲張入面大嘅啊。了，有啊，迄個故事就是伊人啊，定到有相拍，所以。damn it！ 發展是啊，我攞嚟 tribe OK， 對，我們不要講係內 tribe，內派啦。了，本隻係個 tribe，伊人搞了在後邊是拉薩嘅位啊，特別伊人海把你派睇啊，所以。that piece of land 一地，一地嚇，地啊，對，伊人新嘅大後邊嘅派，唔知是哪三嘅位，伊人阿摩㗎了來了啊 ，come to settle there，伊人都賣了迄個地啊，和阿摩大啦，那阿摩看到迄個獎啊，唔知是係咪款呢？伊就起一間厝啊，伊個厝啊，起大迄個牆嘅邊啊，了，所以有兩個人啊，一個翁一個某啊，大後邊啊，了翁啊，伊去開會啦，大我人嘅步間啊，了伊個是阿妹啦，伊個某啊，一個人大後邊啊，了伊去。拍沙啦，伊日時伊拍沙，伊暗暝就去夾沙去睇啊，然後伊被過下嚟，伊特別過下嚟漲啊，然後伊有一道啊，伊看到漲內面，有一個人啊，伊個頭毛長長嘅，白白嘅，伊個親係咪秋？唔是秋，因為是查某啦，是這個查某啦，特別伊個手，安怎講就手底，唔是手卡。手嚟的，哪裡啊？手個刀啊。這個好，伊剪條你講。水個刀啦。水個哈對。刀啦，有係個 tattoo 啊。因為老人家特別第一部我細漢嘅時聽到這個故事，第一部暑假嘅時，伊個目睭是白㗎了，伊個目睭是白，個 pupil 啦。了，迄個人啊，就行走啦，伊就逃避大民生嘅地啊，等伊個翁。這是伊定到伊保姆，有可能是伊保姆嘅款呢。特別是查某嘅保姆係啊。查某嘅保姆，對，毛利有查某。這是毛利嘅人，伊下巴有話有啥有 tattoo 到啲嘅啊。對，有啊，係伊有你知 Robbie Williams 是最啊？伊有毛利嘅 tattoo 啊。定到嘅，我細漢係老人啊。try 乜嘢 tattoo 嚇？對，
我細漢誒是真正老誒阿婆啦，就是毛啲阿婆，伊人啲喙下兜啊，有下嚟睇，中意開啊，一招啊，所以嗰時無毛嘅人則有誒嚇，嗰時普通嘅老人不會使有誒。有啊，隔了有，較濟頂到是較濟。塔拜嘅人就有啦。塔拜嘅人則有誒啦。頂到嘅人。塔拜。頂到人，塔拜對有啊。像個頂到是你若是真正搞小拍啊，你主搞小拍，你會態度愈濟啦。哦。甲Sarakian講嗎？哦，係啦嗬。真正像啊，真正像，係咧大約啊。哈。真正像嘅，特別係講我本來啊，而且咧Sarawakian嘅即個樣嘅orang asli 嘅啦，伊個看個即個啊毛利嘅就像咯。你嘅 rank 要高咯。你家己，你是聽啊？你頂到細漢時到啲紐西蘭大漢時，你有啥驚？可能看到，可能唔驚。真正驚，因為我嘅小學嘅朋友啊，毛利嘅朋友，伊逐擺甲我講安尼款啊，講我去迄個巴內邊啊，看到安尼款嘅物件，還是感覺到蝦米款咧？感覺到物件啦，我真正驚啦。是，安怎這咧？安怎都講嘅 frequency 後可能是安怎這阿嬤佢較少講鬼嘅物件，這啦較你唔知是歷史較長嘅啥物嘅，甲迄間看，有啊，我做工嘅有嘅朋友本是阿嬤來，你知啊？早來是根本是看袂到嘅，了 the more you learn the culture， 你 culture 越來越。有會知嘅時間，有會看到嘅無？我本是日久本會看到嘅無？我早來日本係人看袂到嘅，你知啊？特別咗講咧嚇，講咧即幾個時啊，特別講即另外一個話題啦，是嘅節啦，其實咱錄音嘅節啦，是無毛白嘅生日。哎呦！無毛白 Hello，Happy birthday！阿超！鬼嘅告訴人哋，到底鬼嘅告訴人哋講你生日啊！唔是出奇嘅咩？嚇？個對人生日？是啊，是唔是確近呀？是唔是生日嘅日？確近呀？確別出聲啦！食嘅。對。一 delay 就話5 second 對。一大出kampung有一個辦呢，伊 WiFi。伊 WiFi 用卡達，伊車伊用迄個卡達嘅打。有 live 嘅喎。嚇 live。意思。恭喜生日！ Thank you， 感謝。แล้วตอนนั้น我講幾個什麼小蛋啦，แล้ว今日即係錄音，即係俾佢就8號係啊，早起俾佢就8號就超落個就8號啦，講個無毛白 Happy birthday， 誒阿嬤按照講 Happy birthday 啊，福建話好啊，我唔知應該是生日快樂啊，生日快樂，生日歡喜啊！歡喜，歡喜！哇，今日我個本來學見佢做在個無毛白做慶祝嘅生日嗬，那是啦，感謝，然後我哋特別嘉賓咯，生日嘅囡仔，我就了安吉女，殺安吉女，แล้วก็ขอขันยา咯。我看人講幾個時แล้วก็雲吞咁樣就走去看到阿寶隻即係蘇打餅阿寶而家走去嚇驚，但係我驚我聽到，我冇俾但係我聽到你雲吞阿寶有阿寶，你講我別啊！一收到時到啲 Jack 你同我講呢，你講未走咧，我講你同我講係咪數？你所以同我講阿寶有隻阿寶隻蘇打餅。我聽係我是用錄音聽，看到啲 expression 我更加驚。哎呦，gini.
我記你，一個一個即係咯嚟浪咯，然後個有300針對係咪？對嚟了。300針都積掉你摸打到處要告訴我。唔是我係 friend 掉嘅啦，是我係 friend 嘅 friend 掉。哦，別怪。friend กับ我人講。你真係要摸接處啊？我唔得知，我唔知喎。你冇知啊？然後阿莫丹呢 ？transmitter 冇好，sorry。transmitter 冇，阿莫丹唔要緊，你拜兩個就agreed，兩個就 try 過啊。OK 啊，但係我冇會啊。你冇會冇係嚟啊？是講白你話第一時都講佢咯。嚇！你都咩條誒？都係咪條嚟啊？咧嚇！住topic 啊！即你講講咩？迪斯嘅 last week 嘢啊！嚇迪斯嘅咧，冇講掉。講一單。我係朋友，呢個做，唔是我朋友啦，我係 colleague。嚇，當數。呢個做工唔當數，做工嘅時間做到真晏嘛，然後就愛坐的士燈咯。伊坐的士燈嘅時間，伊普通嘅時間，伊甲伊 taxi driver 是無咪講話嘅啦。然後伊即擺坐即的士 driver 就真啊夠講話咯，真啊敢若 friendly 安尼咯。伊就甲伊講話講到一半話，伊無條啲 taxi driver 搭 brake 喎。哦，係聽起。大家真啊緊張呢咯，問伊 taxi driver 做咩事咯？伊講你無看到細囝查某細囝跳出來咩？查某囡仔嚇。講你講無咧？就是啷笑，就是啷笑。Sorry， 我未記得咩 ，please 唔好笑嘛，我話你再嘛，OK 嚇，你細囝跳出來，囡仔跳出來啦，囡仔跳出來，然後伊就因為伊有看到，伊就講無咯，無你講又是迄個物件，你問蝦米物件？伊講其實伊個 taxi driver 是看會到迄個有陰陽眼誒。哦，了就無咯，就安尼看無蝦米講話咯，就只有袂對啦嘛，就可能就伊taxi driver 就載伊對厝咯，對到厝迄時間，伊出夜車誒時間，伊問安尼你朋友咧，你朋友愛載去倒咯？你講無我無朋友，伊一個人爾，伊一個人爾，伊 taxi 啊，遐邊個坐緊一個人哦。哦，你問伊你朋友安怎咧？蝦米嘅？個物件。你吹毛？你吹毛？你問伊安怎好咯？伊就講你會使載即可能再較遠淡薄，伊講莫緊緊愛厝房。要再較遠淡薄。係啦。調本搞本，你隔壁我係厝嗬。要計講，呀，幾厲害！你想話，你特別意思你朋友承諾啦，你朋友承諾啊，其實講你借另外自己都放下去。伊個 taxi driver 就甲伊講咯，你朋友咧，你朋友安怎咧？伊講。我我一個人喎，伊講安尼，我再較遠位，我幫伊落咯，幫伊落車咯，伊講。哦呀，記你。OK 啦 ，OK， 感謝各位聽眾，即係禮拜先聽我，伊攏只係繼續講咗即係禮拜幾嘢嘅啦。你禮拜哈。你禮拜佢係到底嚟聽別人學嘅嚟傾，禮拜希望就會開始講我哋嘅別人學嘅嘅電器嘅話題啊。我咪講過啲電子嘅物件electronic 物件，我係 discuss 用學嘅話嚟講嘅。所以若是有興趣嚟講咧，嚟使報名參加。然後當今次禮拜講嘅一邊性啦嚇，因為講就係嗰個住啦，咁樣聽 recap 就係講咧特別嘅邊時嚟講。雲灘走去啊，佢打寶，有時佢佢哋300真係燒啲阿莫丹條毛，有一個可卡尼，嗰隻豬，咩嘅？可卡尼，有一個點啊？成節誒，冇白，跟我講嘅，感謝各位，不過阿莫個 sorry 阿莫。個阿嬷講毛利嘅鬼啲子女嘅特多誒，咪住伯伯誒，叫驚本嘛？你講嘅真冇驚，你講下你鬼嘅字啊你啊，
你知啊？伊讲目睭白白嘛是？我小到些耍摆物件咧，目睭本白白咯。哦，可能是像的啊，白像啦，我就是白像啦。哦，你你笨，诶，唔使講咩名嚇？咩？哦，我知是啥物嚟啊，OK，感謝各位聽眾收聽啊！誒，你禮拜啊再見，誒，佢這個都係聽我講幾個數，各位聽眾講拜拜。拜拜。哎呀，死唔掉 soundboard 冇聲。OK，來句。誒，真冇聲誒，哦。